天下第一。哦，天下第一，好，天下第一，好，第二组来宾，欢迎咱的倒队。再见各位，有咧听，赞赞赞！好，两队拢加赞，来，咱即马唱擂台，谢你哦。来，谢你哦，慢慢行，大家嘿，来，大家好，我是李秀。大家好，我是阿雄。来介绍阮这组的队长啦，是吼是是，阮叫礼拜日咯。哦，嘿嘿，啦。来阮天天啦。哎，天天啊，大家好，我是拜腊礼拜礼拜日的。哎，我拄仔才知影，伊是迄落啊配音真好呢，配音足好的啊。声音足好听嘿啊，的。而且拢是讲一寡迄个足五人的话，譬如讲画面顶悬是一只鸟啊，躺在另外一只鸟顶悬，伊这个时阵就开始帮伊配音咯。啊，安尼哦。人明明无熟悉，伊就讲人硬要迄落啊，足趣味足趣味就对啊啦，是对是是。好，今日嘛带足趣味的朋友来，要摕100万。哦，你好是，哦。好来介绍你去。大家好，我是乔比。欢迎你哦，乔比，来介绍你去。大家好，我是无营养的生活智慧王啊！好，欢迎你哦，无营养的生活智慧哦。好，来介绍你去。大家好，我是有营养的滚水小姐，我是一个歌手。虽然我的台语总烂，但是我进前去超级红人榜踢馆有赢哦。哎呦，袂歹袂歹。讲到唱歌，咱这边哎呦话你闹哦，是是是哦，是，迄真正嘛是歌王，伊唱歌足好听，伊音有够悬的。是嘿，来介绍你去。是你迄边心管管，我这边是音嘛管，人嘛管，嘿那音倒以后，倒以后，嘿，欢喜也到遮，因为我妈妈今仔来，是足介看咱这个节目的，哎所以呦，我特别甲制作单位讲，介当互我带妈妈来。一定会使一定来欢迎欢迎就算你无来，伊嘛爱啦。无啦，讲真笑。我也来，而且我妈妈，好啊，妈妈来，大家就好嘞来。秀琴妈妈大家来。好，我是秀琴，真欢喜会当来参加咱这个有智慧、搁有亲切感的节目，谢谢。啊，感谢妈妈，感谢妈妈，是妈妈讲拢爱看咱的节目，是啊因为第一个趣味，趣味啊，第二个咱搁通看啥呢？学台语来意啦。啊，嘿是不是？嘿嘿而且还有人甲你开讲的感觉，对不？足亲密哦。厝里爱看个讨论呢。哎是哦，啊，你嘛拢会甲妈妈讲台语啊？对啊，讲台语啊，安尼赞安尼赞我今仔录影嘛，嘿，啊我这里个等于厝里个陪我妈妈去看，搁看拜三个看，给她拜哎呀，看，无来参，无来参哥哥看，去参哥哥看。大哥看。嘿好，希望你等下参加哦，你就参体会到迄种感觉，真正有影好看。希望你驾轻就熟啦。是，好，欢迎妈妈呢，好来，介绍你去。哎，这我们做音乐的朋友，是。你好，来是你通较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潘琪妮，我甲滚水小姐同款，台语袂认得，不过会晓唱台语歌。然后老师讲着你足好的，应该是真正有影足好伊是。真正就好，伊是真正伊是真正就好。是大家拢足好的啦。对，不要紧，咱今日甲迄落台语讲较好，咱嘛是足好的。哈，好，欢迎你，好来，介绍你去。台湾弟弟，我恁小弟弟你好，堂弟，哦，结拜小弟。是是，弟弟，你要自我介绍者。诶，大家好，真欢喜来遮，我叫窦碧涵。哈，好，欢迎你咧。好，来，咱即摆介绍咱的台语顾问老师。是，欢迎咱的老师，咱的罗公行罗老师。大家好，我是罗公成。台语真丰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买新厝。哦，好，赚大钱买新厝，这是上重要。啊，毋过嘛是爱有钱啊，对啊是啊，钱就是咱的奖金啦。第一条大条的要摕奖金100万伫遮，来请看，哦，来伫遮。现金妈妈真嘛，正有影有100万现金哦。妈妈咧厝的看，甲遮看有啥物无同？目前为止，所有的节目，敢若咱上济上悬的奖金哦。咱算上好个啊。是，啊，毋过吼，不要紧啦，要摕到这好嘢吼，无简单啦，无简单爱拼3关。加油！吼，豆豆捡起来啊，等这100万啦，好唔好？好，来，咱即马来去啊！哦，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
全家有智慧，讲台语提100万。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西瓜花大饼，台语新书大调查，是要调查啥货咧？哦，什么叫做新书调查大调查？譬如讲直播主，直播，无一定哦。直播主，但是因个会自称主播。哦，所以就是新书啊，对吧？所以咧台语内底要安怎讲，也是人大家讲出来了，上侪人讲的是啥物？咱今晚要来调查。是，啊，阮今日阮两个答案哦，拢是上侪人在讲的，是，啊，就是要麻烦两队来选择看，打一个较侪人在讲的，拢是正确的，拢正确的哦。好，来爱分数哪算？反正这回合拢中3题，3题，你若3题拢摇到，全部拢对，上侪得到6000哦。哦，今日给6000提起来哦，加油加油！好，来，老师，咱请出题。好，请问吼，暖男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哦，暖男呢，即马大家拢在讲暖男啦吼，拢无人知影台语都较打者较侪人在讲的啦哈。我这边先讲，我是讲烘炉兄。哎呦！哦，因为烘炉大家拢知影烘炉是啥，在细啊迄，啊你放火炭，哦伊就会烧。啊你若看到这查甫人，你就感觉哦，就敢若亲像迄烘炉共款，哦哟，足温暖的啊，哈，就想要甲安尼甲摸一下安尼啦。烘炉兄。是，所以讲较亲切者叫烘炉兄。吼，啊那阿雄我这边，我是感觉吼做烧炉兄。烧炉嘛是共款啦，嘛是足温暖的啊。足温暖的。哦有哦，譬如讲即马吼，这个物件真烧炉，然后就想要甲伊坐，哇，寒人较袂冷，就是这个意思。是。有当时是物件，当然嘛使讲人咯。哦，人通讲烧炉就对啊。都一个较侪人在讲哦。好，来两队咱请选择。必须阿雄演一遍。收一个哦。哦，来，起码一边是选你，一边是选我。好，来，我先问阮这边的哈。来。礼拜日咧，你选的是我，你也是感觉伊真好听，还是？哦，我听到这个烘炉这个字哦，我就感觉足温暖的啊。嘿啊，有小小的感觉。若是有一个查甫啊，伊带伊的女朋友去迄个中和的烘炉地，伊会足温暖啊。伊就是烘炉兄。伊就是烘炉兄。我想讲你要讲的是中和迄个，北王牌迄个就是烘炉兄。哦，伊伫这里。无怪是毋是烘炉地？烘炉地啊。烘炉地毋是有土地公？对啊。是啊，看到伊就足温暖的。哦，足温暖的。无道理咧。有保庇啦。嘿啦，好来换这边就是选你的烧炉，较烧炉。烧炉，听起来就是温暖的意思啊，安尼就较直白啊。较直白，暖男嘛，烧炉兄就是温暖的兄哥。因为烧炉本身就是形容词嘛，啊，温暖嘛是形容词。人甲人中间的感情，感觉真烧炉。烧炉用感情来用烧炉，啊，若用感情来用烘炉，就怪。哦，所以因想的是用一种感情的形容来烘炉感觉就变淡薄中央空调的意思。对啊，这个是另外一种想法。到底是我的烘炉兄，还是我的烧炉兄咧？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啊，这条答案哦是伫美秀迄边。哦，结果是我。天哪嘞！来，分数甲加入去。恭喜礼拜日得到2000。啊，当然烧炉就是温暖的意思啦吼。咱讲春天时啊，天气就愈来愈烧炉啊。啊，不过即摆少年人可能较唔知影烧炉什么意思啦。啊，所以咱调查的结果咧，选烘炉遐有超过52%。52%。啊，但是选烧炉的敢有46%较低尔。哦。所以比例上来讲，烘炉遐较济，可能少年人较知影烘炉，较唔知影烧炉。所以因选的结果拢是偏向烘炉。好，来，我要出第2题啊哦。来，请出销。来，咱请出销。好，来，老师，咱请出题。好，请问吼，荧光笔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哦，美秀这边是反光笔。哦哟。是，咱来看一下哦。
你若摕咱的迄落荧光笔，甲画迄落咱的台词顶面、剧本顶面，伊会反光起来。对。因为伊是荧光的嘛。对。所以讲，咱简单甲念起来，就是讲，伊的荧光，伊的反光。所以讲，我直接就甲讲反光笔，就是反光笔。反光笔。反光笔。拢会使，是拢会当。啊那阿雄，我这边我会应该讲是哑光笔。哑光，嘛是有道理。还是哑光笔，应该拢可以，因为就是你看，去外口吼，翕无暗慢，伊同款的发光嘛。这是毋是就哑明珠的意思嘛？是所以伊就是哑光的啊。好，来2队咱请选择哦。必须阿雄，这无有。他甲红叶粉皮别甲恁讲，来哦。哎呦，竟然无人要相信我。其实你嘛唔知答案吗？我嘛唔知答案嘛。对啊，不要紧，我来问一下吼，咱的滚水小姐。其实阮本来想要选哑光笔，因为台语足水的嘛，做这时阵会用足水的迄落形容词，嘿，都来讲一个代志，但是伊讲咱是要选较侪人讲的，是啊，因为即马大家拢。较讲，所以咱就选反光笔。哦，你的意思是即卖人较直接，无想较济。哦，对。好啊，那咱这边的来，小弟啊，咱讲者。因为伊下暗袂光啊，所以是反光。伊的想法甲伊共款。下暗袂光。对啊，伊毋是讲伊是要反尔。伊是要反。伊毋是讲要想要暗时啊。关了，电话关了，伊会发光安尼。是，好，来，咱来看一下，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咱这4组的来宾吼，选的甲调赛结果拢无共款。哇！啊，这2个当然，咱拄要讲的拢是正确的啦吼。但是即马选的吼，咱看的结果是哑光笔有66%以上的人选2/3呢。反光笔敢若有33%，所以多数人可能感觉哑光因较好了解啦。啊，反光因感觉讲迄些光甲照落去才会反射。啊，因讲我这本身就是会光的啦吼，啊，毋是看日视看拢会光，所以因感觉是哑光笔，可能是安尼啦。唔知啊，但是就是讲选哑光笔的有超过66%的啦。好，加油，紧的把钱摕起来哦，奖金摕起来哦。好，来，老师，咱请出题。好，请问哦，打脸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哦，打脸就刚应该无红名字哦。对啊。是安怎？无红名字啊。无红名字不要紧，我这边叫做突破。哦。系啊。你加几个分嘛？你个分啊，个分我真正就该突破。哎呦。嘿，就无要互你留名字的意思啦。是。啊，那我这边就是吐槽。嘿，吐槽。哎，正确的念法是吐槽。嘿，意思就是讲吼，我就是你讲的物件，我感觉你唔对啊，我就是甲你吐槽，甲你弄好破，互大家拢知影你是唔对的。看是我的突破，啊是我的吐槽咧。对，突破甲吐槽哦。好，来2队，咱请选择。必须阿雄点几遍。少年啊哦。好，来这边有先选我的突破的吼，来，礼拜你来。我是感觉突破念起来吼，突破，感觉是迄个气势哦，较歹，较大力。打脸更加派，突破，打脸更加较派，较歹看就对啊啦。吐槽较温。啊，毋过来这边你是甲风险分开哦。系啊，我感觉吼，嘿，吐槽就是亲像故意的吐槽。哦，有一点仔共款。因为我爸爸嘛拢讲吐槽啊，我感觉敢是共一个字，只是我唔知影尔。来，咱妈妈。咱平常时咧讲，咱嘛讲吐槽。是吐槽，我细汉嘛是拢讲吐槽，吐槽，细汉你讲打脸就是对啊，吐槽啊，你莫讲我吐槽嘛，拢安尼讲啊，真正有这个代志哦，真顺啊，是有顺，对。好，来，咱看老师哦，哈，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这条的答案哦是伫阿雄这边。嘿嘿。好，来，2边都有分数。啊，咱台语这个吐槽哦，是本来台语就有的啦。啊，华语用的吐槽是即马大家讲的吐槽，那像属台语招去的。
啊，本来伊的意思讲，你有一个臭坑底下，我甲你吐好破，你大家拢知影讲你倒位唔对啦。哦，啊，你吐破是可能是讲你分鸡龟嘛，啊，我加鸡尖甲你鸡龟吐好破咧。啊，结果咱调查的结果是吐槽有差不多要加77%。哇！哦，啊，毋过吐破敢若有23%尔。是。哦，所以比较上就是吐槽较侪人选。吐槽。好，谢谢老师。对，吐槽真正要较侪人你讲。对啊。后来看两队的分数，来看阮天队。天队即嘛有3000。哎，啊，阮倒队咧。嘛有2000哦。哦，不要紧，咱搁继续哦。加油！好，起来第2回合 AI 时光机。时光机，带你看过去。对，等下咱会带恁看一个相片。是。哎，即马 AI 真流行嘛，所以讲伊即马相片会叮当。有当时是活动，譬如讲庙会啦、市集啦，还是咧做田啦。是。啊，有当时看是所在，譬如讲吼，西里大桥啦，譬如讲总统府啦，拢是古早相片变的影片。对，啊，分数哪算？咱这回合拢中4题，每一个人拢有机会都来回答。吼，啊，你若拢摇会到吼，就是12000哦。每一个拢有3000。哦，是。好，来，咱即马来访问一下哦，吼，看礼拜平常时啊，你配音。嘿，我是配迄个影片的，拢是伫咧后壁看无人的。哦，安尼真拄啊好，咱等下唔收影片，对咧，看无人，还拢看无人，嘿，啊，你请你来搞配但是我无看过，我就看到啥我就讲啥。哦，好，不要紧，好，等下就麻烦你啊吼，啊，二方哥哥咧。要唱歌吗？配乐？无，即马有伫无闲无？我最近就是共款啊唱歌安尼，啊表演安尼呢。是，不要紧，你要加油，阮期待你的，啊，搁欢迎你来阮兜，来阮家佚佗哦。是，好，谢谢。来哦，我头前有先甲你提示，啊，咱手放在遮，嘿，啊，等下我讲请手答，咱今日甲吹起哩哦。好，来，上个咱请提示。是。刷落来吼是一个学校运动场的画面。哦，运动场的画面哦。好，来麻烦我即马等我拿影片甲放回去了，你就给先讲哦。好，我会先讲看影片哦。好，来，咱即马先来看影片。你即马看到的，是一个古早的相片，这不是相片，这是影片，哪会安尼？哦，这是一个古早的影片。这真正是不可思议啊！你敢知影？相片内底学生啊吼，伊头拄伫咧迄落做什么代志咧？哎呦，预防咧！哦，预防哥哥足紧的哦。学生伫相片内面咧做什么活动咧？刷落来吼是一个学校运动场的画面。哦，运动场的画面哦。好，来麻烦我即马等我拿影片甲放回去了，你就给先讲哦。好，我会先讲看影片哦。好，来，咱即马先来看影片。你即马看到的是一个古早的相片，这不是相片，这是影片，哪会安尼？哦，这是一个古早的影片。这真正是不可思议啊！伊伫咧吹喇叭。原来即摆囡仔就是上济哦。对。阿姊，伊的影片足红的呢。是。我当下看到无？啊，你即马会使随时。网络顶面就当看到。YouTube。哦，那真正哦，要消磨时间的哦，会当看者。看这心情会较好。对，好，拄啊，大家拢有看到啊。对。题目就伫内底哦。好，来，我要出题啊！今日来要去倒位佚佗，请出题。是，头拄啊是带大家吼来去古早的学校内底佚佗，伫咧运动场内底，咱有看到足侪学生啊。你敢知影？相片内底学生啊吼，伊头拄啊伫咧迄落做什么代志咧？好，来，所以讲即马是就干啦，要安尼去啊。好，来，咱请手答。哎呦，哥哥，预防咧。哦，预防哥哥足紧的哦。本喇叭，本喇叭。来，老师，本喇叭对唔对？健康。承认。好，来，分数。恭喜你了3000咯！调车。啊，那你会讲啥？我会分西索比。
分迄个是，不是洗手米，迄唔洗手米啦，洗手米还有一个了，哎啦，迄是一个喇叭啦，喇叭，是安尼我的答案唔是对的。哦，迄是分喇叭啦吼，当然嘛使讲分小吹啦，小吹，哎，啊，不过即摆可能多数人会讲喇叭啦，啊，伊拄要讲洗手米出山的时才会看会到，啊，这无咧出山啦，伊这学校内面啦，跟出山无关系啦，好，所以应该伊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好来，咱今日来换人，要开始哦，加油哦！上个咱请提示。是。刷落来后要带恁来去看的，这是古早时阵煮饭拢爱用的物件。哦，煮饭拢爱用的物件，妈妈会听好哦。好来，咱先看影片。很小粒嘞。有哦。有，一碗。哦。嘿。以前真正是安尼，哇，一碗吼，哎，哦，啊，搁有空，我会记，搁有空，对，哇，搁用面啊，搁面的，哦，这即马画面无安尼，我讲真的，我嘛唔捌看过，是阮母啊相片互我看，因为我才知有这个物件。好，来，今日要去倒位佚佗，咱请出题。是，咱要佚佗的吼，是古早人因逐工拢咧用的一种物件。假使吼还袂遐尔普遍的时阵，以前台湾人煮食拢会用这个物件来烧，规圆的、规粒的，你敢知伊是啥物？哦，伊是啥物物件哦？好，来，咱请手答。哎呦，哇！哎呀，好来，地费王，晒，有道理，对啊，有道理啊。阿姊以前喺面晒，小蛋姐，你收一个，你拄则真正，我感觉伊讲的嘛是有道理哦。对啊，以前人叫牛屎拍打来做迄个起火壶啊。无唔对，你感觉是晒，恁感觉唔是晒，是唔是？是吧？阿姊，因流目屎。对。好，所以来你的答案是晒。好，牛屎。老师晒对唔对？歹势唔是哦。哎呦，不过晒真正嘛是通啊烧啦。啊，搁会使高壁。好，来妈妈机会来啊！连团。妈妈，你有用过吗？我未用过，伫我的年代我未用过，但是厝边有人在用。哦，所以捌看过。嘿，捌看过。啊，中央真正有一空，嘿，对，爱伊较会当透气。安尼烧起爱伊的，甚至讲下面一粒，嘿，啊，顶面的搁放一粒，嘿，对。啊，烧的时阵就会点火起来。对。哦，你看以前人智慧偌好，真厉害，是唔是？这人晒过塔晒的无用啊！啊，对，我刚刚拍空甲晒，晒过拍空。哎，不过晒嘛是真好的，真好的物件，晒足香的，对，烧起来足香的，对，是足香的，感觉定定咧片的。不要紧，妈妈你的答案是连团。好，来老师连团对唔对？是对吼。会使。来，分数先加落去。容易又搁加3000咯。连团吼，这是日语的汉字啦，写练习的练，啊拖团的团啦吼。啊，其实日本的发音是连弹。哎呀，以前的有足侪人叫日本的讲连弹啊，啊嘛有人讲炭丸啦，因为除了这种型的嘛，有人做伙一丸一丸的。啊，以前上巷路啊，在煮食嘛吼，啊下骹先用迄个茶几纸啦吼，纸点茶几点倒以后，再甲这个规个连团甲放顶面，啊伊倒开以后，一粒会当烧了几若点钟。哎呦，吼啊伊迄是用炭砂啊啊甲土，甲夹做伙去。可以变做现在再用一个模啊，个更空落，因为有空气，伊才会倒。啊，所以是用安尼做出来。是。啊，即摆已经无人咧用伊嘛，即摆这无方便啦。即摆家属其实方便的。好，谢谢老师。来，咱今日换人。咱这边爱较加油。好，免紧张。好，来，上个咱请提示。是。刷落来吼，要带恁来去佚佗，要看的是咱关庙台南关庙内底迄个农村巷仔内底的画面。哦，巷仔内面的画面哦。好，来，咱先看影片。哇！哦。伊敢若咧放物件，一块一块放落去，吼。
这个足清楚啊！伊头拄迄一块一块即嘛吼，伊甲夹做伙。哦，这嘛拢无啊。有啊有啊，夹做伙。我细汉的时阵看过这啊。对。哇，你再往来啊啥？对，啊，即嘛有诶好，你去大卖，看人迄个高丽菜，伊嘛是用这底，啊，顶悬佫用共款一底迄底啊，甲砍掉。哦，好，来看问题是毋是这哦？好，来，咱今日要去佚佗，请出题。是，咱即嘛要带恁来1950年代的台南关庙。伫咧关庙遮吼，家家户户因拢会做一寡手工来卖。头拄仔影片看到，就是因咧做的手工。你知伊做的是啥物呢？因做的是啥物手工哦？好，来，咱请手答。哎呦，来，交米。我真正是手鸟，我唔知是啥。不要紧，你感觉你看到啥？嘿，跌空，跌啊做的，对啊做的，一个鹿啊，伊较大个，跌拿，拿就水哦，拿真水，拿较水，伊是安尼。跌空唔对，看，真正是想要讲跌拿，要唔讲拿清水对无？跌，啊无你就讲跌拿，因为你那是想袂出来。对啊，试看觅跌拿，好来，老师跌拿对唔对？歹势唔是哦。哎呀，是跌对啊啦。啊，不过下面到底是啥货？好来，咱机会来。好来，跌浪啊，龙啊哦。好，跌浪。好来，老师跌浪啊对唔对？对个。好来，分数。容易哦，跌了3000咯。咱都要看伊开始哦，有一个较细，你讲跌浪啊啦吼，啊尾也较大迄跌浪啦吼，咱较大就讲跌浪就会使。啊过去拄则讲吼，即马底高丽菜是讲以前底果子吼，拢像即种物件啦。所以咱有一句俗语讲吼，迄臭柑倒浪，迄一浪柑仔内面有一两粒臭去哦，规浪拢叫倒甲拢臭去，所以就跌浪啦。吼，所以迄倒浪，迄浪就是跌浪的浪。哎，啊，咱以前迄浪啊。用来堆足侪物件，即马较无咧用啊。袂歹，唔过咱这边袂歹哦。好，不要紧，搁加油！好，来，咱今日换人。咱即马手更好。哎呦，来上个咱提示一个。是，刷落来吼，咱要看的就是建筑的画面咯，伊是咱。古早的时阵的一个建筑，啊吼，甲即马吼，唔知影佫伫诶无，但是画面真水。好，来，咱先看影片。哦，哇！哇！以前这古迹咧留落来真正足水的。以前的建筑拢安尼啊。系啊。哦，唔那一楼、两楼悬，哦3楼悬呢。哦，3楼悬算真有钱哦。对啊。是，好来，我要出题哦。来，今日要去倒位佚佗，请出题。啊，即马要带恁来去台南佚佗咯。伊吼叫做以前的名叫做即马叫做国立台湾文学馆。哦。但是伫咧日本时代是叫做什么名呢？嘿，伫咧日本时代叫做什么名哦？好，好来，咱请手答。好。好，来。这个建筑做大，做水，敢若开做侪钱。日本时代，伊若是伫台南的话，这毋是警察局，就是做大的人在工课的所在。伊叫做什么所在？迄落。我来感觉伊变机器啦。毋是，我来感觉敢若你问书的哦。你敢办书哦？我来讲，这个所在就是啥？台南的时阵。日本的时阵，台南做繁华嘛，安尼敢是总督府？总督府，但是我甲你提示一下，日本时代台湾敢若一个总督府，是伫倒位咧？就是即卖总统府，咱台北啊。台南安尼了啊，安尼我是毋是无机会啊？没，你讲的台南是正确台南，什么嘿。我会讲答。是台南的什么4个字？台南
南的虾米吗？台南政府。好来，老师，台南政府对唔对？但是唔是哦。哎呀，已经讲台南嘛，对啊。即嘛剩后两字是啥货啦？你看麦。台南邮局。哦，袂歹哦。好来，老师，台南邮局对唔对？歹势嘛，唔是。是。好，爱听老师讲者，因为这真正有影无，咱无迄个印象嘛，无知影就唔知影。无好记。伊拄则讲台南政府吼有歪意啦，毋过迄个时阵吼，伊毋是叫做台南政府，迄当阵咱台湾呢真济所在吼，拢是互人叫做什么州啦，像有台南州、有高雄州，所以是台南州厅。就是台南政府咧办公的所在，所以是叫做州厅。啊，你袂使甲伊讲是政府，因为政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迄个所在叫做州厅，所以是台南州厅。好，来，咱看分数。好，咱看天队。天队即马有3枪。哎，袂歹。啊，咱倒队咧。倒队有11000。哦。好，来，今日来去咱的第3回合，2家来拼台。第3回合，2家来拼台。哦，哇，看到2个圆箍啊，中一个问号，问号内面是啥嘞？哦，问号内面代表的是奖金。奖金。嘿，若是较少的吼，3000、1000啦。啊，若是较济的1万、12000、15000哦。所以8提示内面，这是啥货？哦。提示代表的是后壁无共款的问题，比如讲动物叫，哦，动物叫零，哦零，高雄，张武生，运动部，鹿港是作家，白河，哦，拢无共款的问题哦。啊，毋过阮这个单位真好，有一条命要送恁，就是救人哦。嘿，你通啊看这救人，就是咱的队友会甲你斗3工，咱来完成这个任务。吼，啊，那第2个就是跟咱分数较少的，咱通啊先来选。嘿，有可能你会选到15000的哦。赢咯。哦，好，有好无歹哦。好，来，我要开始啊！哦，咱3000个，来，咱有权利，咱先选。选对几盒？我你要选啥？北河。当叫。动物是咧叫。是你的好朋友啊！你上熟的？还是北河。北河，你熟无？因为我的阿公大北河是北河人。哦。是你阿公，是你的。但是我准细汉就是伫咧北河遐大汉的。大汉的，真的吗？台南关。好啊，那你给你好来，要竞争一个。北河。北河。后来咱看咧，北河奖金有偌济？哎，5000，袂歹哦，下去就8000啊哦。后来咱请出题。请问，伫咧清朝的时阵，有人发现讲，这个所在有水系动物园的奇景。你敢知影水系动物园伊是伫咧台南北河的什么风景区咧？来，你有10秒的时间。风景区哦。这应该真简单吧？来哦，今日哦，哎来。通常水系动物园的所在，水系动物园唔知影去风景区。通常有水系动物园有迄个所在，就代表伊就是有黄气。哦，关马店，关马店。哦，因为北河迄个时阵，有关马店会当泡温泉。哦，浸温泉，洗温水，洗温泉。好，来，所以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关马店。念哦，我的答案是关仔岭。哦，来，咱来看下关仔岭对唔对？这是叫做关仔岭的风景区啦吼。啊，因为遮有温泉，所以有真侪人去洗温泉。啊，有温泉的所在，可能就有迄个风啦吼。啊，风会当点火，甲伊点火到。啊，所以迄个所在就是讲，伊会共一个时阵有火，阁有水，啊，所以叫做水火同源。所以这是一个较特别的一个景观啦。哦，所以台南关仔岭遐有这个水火同源。袂歹，好。拄啊，参着哦，来，今晚换老师哦。我要跟下，看你。
丢心哦，丢心，丢心，我感觉我若讲唔对诶，就闹鬼诶，就闹鬼。别，我就神经丢心好啊。好，来咱看者张武生，伊的奖金有偌济？9500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独行十村是全台湾上古早的眷村，伊嘛是歌手张武生的故乡。你敢知影？独行十村伫咧台湾倒一个县市？来，你有10秒的时间。对，10秒时间。系啊。问你讲伊是倒位伊的啦？故乡，伫倒位？伊是出生咧平湖呢。是。哦。啊，毋过伊是咧为台中。独行时独行应该是平湖，因为平湖有一个张武生的纪念馆。哦。啊，我若是安尼的话，我是要安尼啦，因为我真正唔知影这个眷村咧对。是，我是要安尼要。所以你的答案是平湖。平湖。好，来，咱看者平湖对唔对？哦，伊拄则讲叫一个张武生的这个纪念馆哦，是，其实这唔哪干那张武生伫遮尔，还有另外一个潘安邦，嘛是对遮出身的，所以你若去过遐，伊真正有一个像纪念馆安尼所在啦吼，啊，还有做一个阿嬷甲一个孙仔的雕像，啊，是安怎会安尼？澎湖湾啊对啦，就是因为这条歌啦，所以你若去过平湖，有去过这个所在，你发现这个所在就是有这两个歌手的这个纪念馆，哦，因为两个是共对这个所在出来。好，来，换你哦。啊，还有150的、120的、1万的。当 animal。动物，伊一直讲要爱一题啦，好，来哦。安尼我就叫动物桥。好，动物桥，伊的奖金有偌济？7000，袂歹。好，来，咱请出题。无同款的动物，伊的叫声伫咧台语有无同款的讲法。公公叫是猪咧叫，啊，你敢知影？鴿鴿吼是啥物动物的？哦，来，你有10秒的時間。哈？鴿吼是3，來，幾個字？2，鴿吼，對，吼，咁是水雞。哦，嘿，水雞。好，來，咱來看水雞對唔對？伫台湾各地有不同款的讲法啦，有的所在叫做水鸡啦吼，啊嘛人叫水鸡啦吼，啊嘛人叫四卡，啊嘛人讲田蛤啊，吼真侪名。啊，到热天时啊吼，若有水的所在吼，定都听咕咕叫啦，足大声。啊，所以这个声咱就该叫做咕咕吼，啊就是水鸡，还是讲田蛤啊，还是讲四卡这种动物。來，田蛤啊，田蛤啊，來，黃老師。哇，这村那边那景啊，150。高雄呢？啊是高雄，高雄離阮台南較近，較遠哦，你嘛台南的？我台南的，我嘛台南的，所以可能會較知影吧。啊，無要緊高雄好啊。好，來，咱來看者，高雄的獎金有偌濟？哇，有1萬哦。好，來，咱請出題。請問蛤蟆星是高雄的觀光景點？伊的名吼是啥物意思咧？是原住民語內底大海的意思，還是日語濱海鐵路的意思？哦，來，你10秒時間。蛤蟆星，蛤蟆星哦，有是大海意思。我求救！哦，來救人哦！音樂人，Penny。蛤蟆，你問過吧？蛤蟆是日語。冰。哦，對，因為我朋友有主持迄日語的電台。哦。啊，唔對，台式。冇緊啦。所以蛤蟆是冰。哦，所以應該是日語的濱海鐵路。我用藥的啦，我唔知。蛤蟆。我安尼我敢來當聽嘢哦。好，好來，日語的濱海鐵路意思對唔對？因為這本來日本就講蛤蟆線啦，
就是蛤蟆线，滨海线滨线啦。叫汉字日语汉字是滨线，就是线就是伫线海边的一个铁路线啦。哦，啊，因为尾啊，咱台湾人不一定知影日语嘛吼，啊，就听音话音就改叫做蛤蟆星啦。啊，其实日语音是蛤蟆线啦，就是滨线。哦，啊，即马留落来，即马汉字嘛改写做哈马星啦吼。啊，其实伊是日本的蛤蟆线的音转过来。真好听。啊，你选到队友啊！对。好，来换你啊，哦。还有万五加油，你若万五选到就3万啊哦。你欢喜，你算你写的哦，我都唔知。你我就紧做家。作家。好，来，咱来看下作家的奖金有偌济。哇，5万2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台湾第一条用作家的名来号路名是伫咧新竹？啊，你敢知影迄条路是赖河路，还是五乐老路？好，来，60秒的时间。五乐老。赖河路也是五。这名拢无拍。老路。嘿，救人。好，来救人哦，来。五乐老。有做了，伊较古早。较古早。奈何较最近？较最近。所以讲一个名的话，所以就是有做了路。哦。较古早。较古早。较早。听起来较古早。所以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无左流路，五乐老路。来，咱看者，五乐老路对唔对？真歹念。这个名吼，照讲爱用文同音来念啦，所以应该念做五浊流还是五毒流啦？五浊流路、五毒流路，不过伊选的是正确的答案啦。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呦，愈来愈刺激啊，拢挂起来咧。差轻的差别了。好来。哎呦。老师。不要嘛。龙鹿港运动部。运动部哦。好，我嘛是想讲要来健康买运动部。好来，运动部。运动部好啊。来，咱来看下运动部的奖金有偌济？哇！运动部15000。哎呦！来，加油！加油！来，咱请出题。请问，2019年的时阵，一个外国人伫台湾一间宫庙的庙啊，是去参加铁人3项比赛，结果得冠军。你敢知？伊伫的迄顶是倒一间庙的庙啊咧？哦，什么宫啊？嘿啦。什么宫啊？哦，最近一直被惠成功洗脑啊！安尼不是惠成功，不是惠成功啊！对，是不是？你的答案是，请讲。保盐，嘿，水定宫。哦，保盐水定宫，袂歹哦。啊，倒啊伫的是倒一间庙的庙啊咧？请问，2019年的时阵，一个外国人伫台湾一间宫庙的庙啊，是去参加铁人3项比赛，结果得冠军。你敢知？伊伫的迄顶是倒一间庙的庙啊咧？哦，倒一间庙哦，来，60秒的时间。啊，你有伫过啊？我这，嘿，刚刚有题，恭喜！来，你等下这，你刚刚有学听是不是？盐，什么宫啊？嘿啦，什么宫啊？哎呀！哎呀！我最近一直被惠成功洗脑啊！安尼不是惠成功，不是惠成功啊！对，是不是？加油！哪色的啊？对，哪色的？哪色的啊？嘿，对。啊，我若歹势，我若甲你提一个字尔，你敢会记你后的4个字？一个字，一字提示，是一个机会尔。哦，头一字，玻璃的玻。玻璃的玻，啊，就是玻璃啊。你的答案是，请讲。保盐，嘿，爱一个水定宫。哦，保盐水定宫，袂歹哦。对吧？好，来，咱来看一下保盐水定宫对唔对？保盐顺德宫
顺德，顺利的顺啦吼，有一个泽， 3点水迄个德啦吼，是啊，顺德宫啦，顺德，顺泽宫啊，对啦，顺德宫啊。哎呀，你想到这盐袂歹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对，袂歹，不要紧，唔管你15000都浪费去啊，吼，不要紧，搁有，来换你。哦，机会来咯，机会来咯！对一个，鹿港，鹿港，鹿港甲零，鹿港，鹿港，好，好啦，对鹿港。起码差。好，来，咱来看下鹿港的奖金有偌济？有1000，哇，1000，不要紧，咱斗气嘛丢啦。好，来，请出题。请问红安哥是中华鹿港的名产，是安怎伊会号做这个名呢？是以早红叶爱食的物件，还是伊生做真亲像红安？来，你有10秒的时间。好，来。伊生做真像红眼，红眼哦，啊，敢有人看过红红的目睭？对啊，因为红眼是咱目睭尾后，哦，跳起来，哦，伊是一个目睭的形容看起来的形。哦，好，所以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伊生做真像红眼，红眼，来，咱来看者，伊生做真像红眼，对唔对？鹿港有专门咧卖这种糕仔饼的所在啦吼。是。啊，迄个红眼糕吼，有几若间拢有咧卖，迄个形就像迄个红的目睭安尼啦吼。你若去细细块仔尔，啊，就看到咱像你目睭，啊，所以叫做红眼糕。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是食爱买较济地来食啦吼。买较大爱。后来换咱剩量哦。量啊。后来咱来看者量的奖金有偌济？有3000哦。好，好，来，咱请出题。请问起高龄一般拢会摕来形容什么款的天灾呢？是海啸还是龙卷风？来，你有10秒的时间。应该是海啸较对啦，起高龄，因为龙卷风是加了啊风嘛，安尼应该是海啸啦。好，来，海啸对唔对？哎呦，啊，那海啸咱台语就叫做起高粱，啊，嘛人讲海扫啦，哦，啊起高粱拢会使讲。好，来，咱即摆看2队的分数哦，来看咱天队。天队即摆有28000。哎，真牛呢！好，啊，咱倒队咧。哦，倒队即摆有33000。哦，好，来，咱即摆进来咱的10秒3000斤。10秒8000斤。看图有俗语。对，咱等下来看图，嘿，迄图内面就是话是俗语。没错。嘿，啊，几个字上拢会甲恁先讲，是啊，咱甲咱3题尔。3题尔，无多啦。速度爱较紧，嘴爱紧，嘴爱紧。对，因为咱的秒数就是1分1秒换1000块。哦，对，1000斤嘛，对。好，来，咱即摆分数是，即摆是33000块。33000块就33秒。 33秒，33秒不够啦。是啦，慢慢拢来啊。佮提30秒变63秒嘛。所以咱速度爱紧哦。加油哦！好，来，咱就要开始啊。好，来。上回咱请出题，来8字。8字。伊先摕迄个了，伊总摕足侪互人有无？什么？食人食工一口，行人一斗。哦，行解一个。拢总33000块的奖金，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所以咱速度爱紧哦。加油哦！好，来，咱就要开始啊。好，来。上回咱请出题。来，请看8字，妈妈一看就知影，讲。来半斤8两。啊，8字。啊8字。讲一半。嘿，一边半斤，一边8两。无一定一边啦，一个半斤，一个8两。你甲看，妈妈作用就出来啊。好，来，咱就看秒数。哦，袂歹，有一个半斤，一个8两啦，是吼。意思讲2个人拢差不多啦。那，莫计较啦。是。是，好来，第2题啊哦。来。
来，咱请出题，来请看。 6个字，啊！哦，红丁个 follow me， 对我行，丁哥对我行，是6个字。你看后壁是什么？学生啊，嘿，学生，嘿，嘿，教歹囡仔大细，正确。安尼真歹，看教歹囡仔大细，后壁是囡仔，你去带因去弄啊！啊，袂当，红丁袂当follow me 啦，是，好，教歹囡仔大细，来，咱看下秒数，袂歹哦，搁30秒哦，嘿，来，最后一题了，今日加油哦！好，来，咱请出题，来，请看，来8字，2张图，好，是，伊是摕迄个了，伊总摕足侪互人有无？是。8字啊！食人一口，行人一斗。哦，行改一个，食人一口，食人一口，一道，食人一口，食人一口，食人一喙，行人一斗啊！食人一喙，行人一斗。哦，我算对了，正确。我真正正确。啊！哇！哇！报人一斗，食人一口，报人一斗啦。报人一斗。真侪人有讲报无共，啊嘛有人讲害人一斗，讲行人一斗啊！对啦。哇！原来是安尼。是，就是安尼啦。啊，你甲看，即马奖金无啊？归零。啊，不要紧，不过咱有一个就是咱通第2道来啊，第2道来复赛啊！复赛哦。好，来，咱即马进来去颁奖。虽然无奖金，但是有金牌。谢谢。妈妈，咱要第2届见面哦。系啊，嘿，过来摕奖金哦。愈来愈好哦。好，啊那咱这边不要紧，咱个报名来参加就好。啊，有好佚佗无？哦，这部实在是足好看，因为阮今仔日学着做一台语。是哦，嘿，希望恁转去了吼，通啊，甲阮收看，啊嘛。佮报名来参加好，成功的差足多，也毋过小看尔，小看尔，一个报名，一个八娘，真好。好，今日爱谢谢咱的国文老师，是罗光新老师辛苦喽，谢谢。专家有智慧，斗阵拼得去，互你大家拢欢喜，再会。谢谢，阿辉啊，过来哦，谢谢妈妈，谢谢，你够厉害，喊嘛。对，谢谢，阿妈，谢谢，妈妈谢谢，谢谢，这也要带你会吗？谢谢，哎，厉害。